你知唔知點解我哋開業唔夠1年，回頭客就做到7成幾？靠嘅就係真材實料，絕無添加，原汁原味。我哋嘅鮑魚呢，南非溏心乾鮑，由經典嘅15頭到極品1頭鮑魚王，甚至要喺海底生足40幾年，先至有一隻咁大隻嘅1頭鮑魚王，全部原隻俾你揀。我哋嘅溏心鮑魚厚身軟糯，切開真係睇到溏心。除咗鮑魚呢，仲有單人佛跳牆、小米海參、金湯雜糧、花膠桶、胡椒花膠、豬肚湯、魚翅、盤菜，幾百種款式，款款都係足料靚貨。傳統發包參翅肚要搞10幾日，你邊有咁多時間？而家我哋幫你整好晒，返到屋企解凍，放入煲中煮5至8分鐘，就搞掂一圍高級餐廳水準嘅名菜。最緊要係乜？真材實料，絕無味精，無添加，食得安心又健康。你知啦，好食自然有人回頭。我哋門市7成以上都係熟客，同朋友介紹，靠嘅就係口碑。我哋專設門市，歡迎你隨時嚟現場睇現場試，眼見為實，食過你就明點解咁多人反轉頭幫襯。德寶真材實料，歡迎探店。